好，今日係2009年3月28日，咁樣呢，我哋一班基報堂嘅弟兄姊妹呢，喺度同一班即係考會考嘅弟兄姊妹打打氣啦。咁呢，希望你哋俾心機讀書啦。我哋知道都好難捱㗎啦，咁樣呢，希望你繼續捱落去啦。係啦，咁樣呢，請你哋嘅家姐有咩講呢？加油！俾心機啊！加油！好，咁樣呢，我哋試下時間請文進話我哋高歌一曲啦。應該係我為大家高歌一曲係咪？係大家，我哋大家都一齊唱下。好啦，咁我哋唱翻一首歌嚟預祝下大家會考成功啦，同埋就呢個壯志驕陽同埋紅日同埋呢個係唔係嘅？係我哋唱一首詩歌嚟同大家唱下嘅。好啦，預備咯喎，預備。彼此勉勵，無萬與天意，喂唔啱 key 喎。此刻我願神伴你每天，幾許世事改變，主恩典不變遷，因主名字叫以馬內利，神因他的愛盡獻，主恩降臨，才驟覺甘甜，總不間斷。神伴你每天，有雙眼淚不見，歡欣笑臉重現，因主名字是以馬內利，神恩典豐富未變，許多過去，今天發生，前面有主跟你同神在世界留下愛的腳印，也會為你賜福一生。彼此勉勵，無萬與天意，此刻我願神伴你每天，幾許世事改變。恩典不變遷，因主名字是以馬內利，神將他的愛盡獻，因降臨才驟覺甘甜，總不間斷，神伴你每天，有雙眼淚不見，歡欣笑臉重現，因主名字是以馬內利，神恩典豐富未變。係啦，咁樣呢又翻嚟，我哋繼續講下嘢時間。咁樣呢，其實我係 Band One 嚟嘅，咁樣就其實喺度想鼓勵下大家啦。咁樣呢，喺讀書嘅時間都知大家好辛苦噶啦，咁樣呢，希望大家都繼續記得靈修啦，依靠天父，天父呢會俾力量你哋繼續讀書嘅。好，我係阿基啦，咁我會祝福你哋學業上面係有進步嘅，同埋係上帝鼓勵你哋，祝福你哋。我叫阿楊啦，咁我都知道雖然會考係好緊張，但係都明白到我哋係為上帝而讀嘅，只要盡咗你就得㗎啦。各位同學仔，你哋好啊！我係小傑姨姨啊，你哋要加油努力啊！上帝一定會祝福你哋㗎。咁好呢，以下呢段時間我哋又再送首歌俾大家。今次呢，我哋會同大家唱呢個十架的冠冕嘅路是難走，但係呢，想起你嘅十架路呢，今天我哋算什麼呢？我哋一齊起身再走過咯。路是難走，但比起你的十架路，我今天算什麼？來起身再走過，遇着痛苦，你經過世間苦與樂，你的救贖愛海，我得勝和釋放。凝望着十架的冠冕，仰望你和每天，你體恤我的軟弱，明白我親身處境。無論遇着困苦一手，你仍會在我
身邊，你興起我的生命，我更得到信心面對挑戰。凝望着十架的冠冕，仰望你度過每天，你體恤我的軟弱，明白我身身處境，無論遇着困苦一受，你仍會在我身邊，你興起我的生命，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。大家好，又係我係 Ben Wong。說話講返轉頭，其實愛因斯坦細個讀書都唔叻，所以你哋唔使咁大壓力咯。我係少明，只要盡咗力就得噶啦，只要靠住神嘅恩典，記住溫書之前祈下禱吓，唔需要擔心嘅。我係秀美，唔使考試唔使咁緊張噶，因為今年我都考，耶！我係秀美啊。會考加油啦！唔得出年再嚟過啦，仲有最後一屆。好，咁啊，以下呢，我哋都送首歌俾大家啦嚇，敬拜者的心，此刻已沒有不快樂。此刻已沒有不快樂，亦沒有眼淚與悲傷，今將一切都已經卸下。在此刻專心親你，舉起雙手來到你面前，齊稱呼主阿爸天父，開口宣稱我主偉大，在此刻得到釋放，以敬拜者的心，不再恐懼，靠着敬拜的主角，高聲同揚，讓我眾一心，宣主聖名，盡聲也盡意，齊獻上馨香的歌韻。最後會考生你哋好啊！我哋幾乎家定支持你哋噶，加努力俾心機啊！係，其實呢個係 Lobby 嚟。嗨，我係子瑩啊！會考嘅姊妹啊，同埋你嘅同學。係你同學啊，俾心機啊，努力啊，就會幫助你嘅。Hello， 我係志斌啊！各位會考嘅同學，你哋好啊！咁咧，希望你哋都俾心機讀書啦，咁咧就讀書啦，又返教會啦，咁樣咧就會好好啦。咁咧記住咧，一定要多啲祈禱喎。咁咧祈禱咧好有用嘅喎，係咁多啦，拜拜。你好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你哋面對會考咧好辛苦噶啦。咁樣咧，但係咧你喺咁沮喪嘅時候咧，都唔好氣餒，因為咧我哋個個咧都喺後邊 back up 支持你嘅。咁不如我哋一齊唱首歌俾你聽啦。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，哪裏會有愛無盡頭？幸福的愛只在乎曾擁有，一刻燦爛便要走。而我卻確信愛是恒久。